都会有那个广告啊。这个台中24家素食餐厅，这个资料从哪里来的？有小杰啊，提供那个网址资料，他那贴到那个 YouTube 频道，YouTube 频道社群贴文，这里有好几个，但是资料比较旧了哈。1、2、3，都没有办法连接，有的网址已经变其他的网站了。这个第4个还可以。就是这个了，就是这个，你看，还可以打电话，还有地图路线了。